清华大学成功湖学校去年开始进行整地工程，今年5月完工了。为了要维持这水域的生态平衡，邀请专家做研究，伫成功湖放草鱼等5种的鱼仔仔，要来净化水质。清华大学内底成功湖，过去因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有消防需求，乌即窟人工湖，后来清华大学适校变做学生参附近民众运动散步的好所在。毕业30多年的校友讲起过去有满满的回忆。想当年，我就应该35年前，我大概是大2的时候吧。那时候其实有一次机会啊，我们去捞鱼，应该是说捕鱼啊。其实我们自己也买那个吐司来喂了啊。那时候是真的是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。这些鱼苗放到成功湖去，感谢捐款人哦，谢谢。轻卡细手，把鱼仔慢慢倒入去水底。成功湖这几年因为积沙的关系，水质受影响。除了整治工程，还要搁邀请生态专家，利用鱼仔的特性，要让水质会当保持清气。这个青鱼啊，就可以觅食这些福寿螺，所以可以减轻外来种的入侵威胁。草鱼呢，可以抑制一些多余乱生的水草。鲢鱼呢，可以吃浮游植物。可以让优氧化的元凶可以转换到鱼的身上。那鳙鱼呢是吃浮游动物的，所以呢这4种鱼啊分别扮演4种不同生物进化的这个角色。下讲成功湖整治煞维持水质清气佮优质是即卖的目标。未来会规划清水活动，亲像举办各船 SUP 等等的水域活动，互成功湖重现当年的风华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